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的这件是这个新光病院的前副院长黄宏安，因为涉嫌到国务机要费的洗钱案，走去美伫美国，4、5天前已经伫加州来过身，讲是死伫车顶。黄宏安的弟弟黄仲安医师证实这个消息，讲已经甲美国的亲友联络到，确认黄宏安是吊枪死亡。74岁黄宏安过去是台湾心脏麻痹手术的权威，甲前总统陈水扁甲夫人吴淑珍有真深的交情。当时洪讲是第一家庭的御医，也毋过毋那是御医的角色尔，为这个变价所购的礼券到海外洗钱的密销案，这黄宏安拢是关键角色。伊逃亡到美国，嘛将做变案第1号的通缉犯。和前总统陈水扁规家伙仔交情真深的74岁新光病院前副院长黄宏安，这礼拜伫美国过身，伫台中开诊所的小弟讲，阿兄是受枪伤死亡。他举枪自尽，他要表达什么事情，他也没有交代。加州法医发布验尸报告，讲黄宏安伫家己车顶、身躯顶有家己造成的枪伤。黄仲健讲，这个月24号，伊才和阿兄讲电话，当时阿兄无奇怪的所在。怎么2、3天就忽然就自杀了哈？而且他的相片我都给你们，他的生活照、他的 line 哦，这看他想都无可能啊。黄宏安过去和前总统陈水扁所购经营权案、陈水扁海外洗钱案等等侪项弊案有关系。伊伫2008年10月走去美国，马上发布通缉，通缉时效是到2034年拢也未过。黄宏安逃去美国了后，住伫加州。虽然封通缉，不过伊的生活看起来真精彩。小弟黄仲健提供袂少伊生活的相片，会使看出伊的身躯边有袂少女性的朋友，定定陪伊拍高尔夫。雄过身的消息传到来台湾，小弟黄仲健讲，一开始掠准是食爱困药过身，到29号半暝才知影是受枪伤死亡，只是厝内人拢毋知原因到底是啥。